你有冇諗過中文字嘅部首其實好似公仔咁生動？今日我哋嚟睇下冰同汗嘅有趣故事啦。呢位就係主角水精靈，佢平時最中意周圍去玩，身體由藍色嘅水滴組成，非常活潑。有一日，水精靈去到北極探險，嗰度實在太凍啦，周圍都係白茫茫嘅雪地同冰川，佢凍到縮埋一嚿，仲跌咗一滴水出嚟。原本3滴水，而家得返2滴。喺度發抖，變成部首2點水。呢2滴發抖嘅水靠喺原本嘅水旁邊，就變成凍冰冰嘅冰字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個字形。之後水精靈去咗跑步，天氣好熱，大太陽曬到佢頭頂出煙，熱到不得了。佢攞住一條乾毛巾，即係乾字，熱到流出3滴大汗，即係3點水。呢3滴大汗，加埋代表乾毛巾嘅乾字，就組合成為我哋流汗嘅汗字啦。記住啦，見到2點水就代表冷冰冰，見到3點水就代表熱辣辣或者流動嘅水。